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平安。感谢主的恩典带领我们来到他的面前，一起来敬拜他。今天4月1日，让我们一起来敬拜上帝，让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，预备好我们自己，将自己交在上帝的手中，让我们能够来到主的面前，如同大卫一样，能够一生来跟随我们的主，来跟随上帝。愿我们的生命得着了上帝的赐福。我们一起来敬拜。跟随你的脚步，活出你对我呼召，每一天带领我更多亲近你。我愿这一生更像你，就与我同行。哦，主，引导我生命，赐给我甜美的力，能合乎你心意，一生跟随你。求赐给我亲切的心，紧紧跟随你。我渴慕更深爱你，因你先爱我。跟随你的脚步，活出你对我呼召，每一天带领我更多亲近你。我愿这一生更像你，就与我同行。哦，主，引导我生命，赐给我甜美的力，能合乎你心意，一生跟随你。我愿这一生更像你，就与我同行。哦，主，引导我生命，赐给我甜美的力，能合乎你心意，一生跟随你。我唯一渴慕，为你同在里。我唯一渴慕，
已渴慕，以为你同在里，我唯一渴慕，想跟随你，我愿这一生更像你，就与我同行。哦，主，引导我生命，赐给我甜美的力，能合乎你心意，一生跟随你。合乎你心意，一生跟随你。主，我们感谢你恩典，当我们来到你面前，愿主你悦纳我们所摆上的，也求主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生命满有主你恩典，让我们生命里面有主你的慈爱。亲爱的主，愿主你就在我们当中来掌权，求主你给我们清洁的心，求主你让我们的生命得着你的洁净，让我们跟随你的脚步，让我们一生跟在你后面来走。愿我们一生的渴慕都在于你。主，当我们来到你面前，愿我们献上自己，让我们交在主你的手中，恳求你在我们当中来带领。主，我们从今天开始，我们要再次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。愿主的灵就在我们当中，我们要将今天的聚会恭敬的仰望交托在主你手中。我们要这样的敬拜，愿主你悦纳。我们将祷告祈求都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今天4月1日，我们来到主的面前，我们要一起来读的经文在列王纪上第1章第1节到第10节。列王纪上第1章第1节到第10节，让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。这时候大卫已经老迈，虽然他的侍从用一些毯子盖在他身上，他还是觉得不够暖和。他的大臣对他说：“陛下，让我们去找一个年轻的闺女来侍候你，照顾你，让她睡在你身旁，使你暖和。”于是他们到以色列各地寻找漂亮的少女，终于在书念找到一个女孩子，名叫亚比莎，就带她到王那里。这女孩子很美丽，她在王身边侍候照顾王，王却没有跟她发生关系。那时押沙龙已经死了，大卫跟哈吉所生的儿子亚多尼亚算是最年长的儿子，他长得很英俊。大卫从来没有为任何事责骂过他，他却野心勃勃，想要做王。他为自己装备了车辆和骑兵，又有50名卫队。他曾经跟约押，他母亲是西路亚，和亚比亚他祭司商议过，两人都答应支持他。但是祭司撒都、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、先知拿单、
示每、利以和大卫的侍卫们都不拥护他。有一天，亚多尼亚在隐罗节水泉附近的蛇岩那里献牛、羊、肥畜做生祭，并且邀请了大卫王和其他的儿子和大臣从犹大来参加献祭的宴席。但是他没有请他同父异母的弟弟所罗门，也没有请拿单先知、比拿雅或王的侍卫。我们今天的经文在列王记上第1章第1节到第10节，让我们再用一些时间来读今天的经文，来默想今天的经文。大家平安。在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的经文，在列王记上
第1章第1节到第10节，在列王记上这当中会看到，其实他也延续了前面在撒母耳记那边提到的大卫王的事情，而这当中也接续下来，这王朝要由谁来接手？我们很多时候都会说谁是接班人，到底谁要来接？我们也看到有很多的家族，有很多的政党，很多的国家，他们也都在讲出谁才是这个国家里面要接手的那一个人，谁才是正统。所以在很多人喜欢看宫廷剧，在那个中国那边那些朝代里面，很多的皇帝都要塑造出自己才是正统。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，很多时候都要这样来阐述出来这些东西，而在很多的方式当中，你要用很多的手法去阐述出谁才是正统。在列王记里面也在提出来，这样的正统是由大卫到所罗门，但是更重要的是，那一个正统接班的那一个人是谁，并不是那个人，而是上帝所拣选的，而是上帝所设立的，到谁来接。所以当我们在看前面的经文的时候，会发现这个国家是谁来接手？第一个所拣选的扫罗，但是接下来却不是约拿单，是大卫。所以是谁要来接班？最主要是上帝拣选谁。所以在所罗门这当中也是一样，在所罗门之后是谁要来接班？当所罗门犯罪的时候，当大卫、所罗门他们得罪上帝的时候，上帝怎么样祝福他们？上帝怎么样来惩罚他们？上帝怎么样让谁来接班？所以这当中很重要的是，在我们生命里面，我们怎么样来跟随耶稣？而在当中，我们的家庭、我们的教会、我们的服事、我们各方面，上帝怎么样来供应在当中？怎么样来祝福在这里面？因此，在当中也让我们回来看，在这当中，我们的生命有没有被什么样东西来诱惑住？我们有没有在什么样的地方来得罪了上帝？所以在这许多的方面，都是让我们能够在这里面有更多的思考，更多的反省。所以在我们生命里面，你要走向什么样的情况？在当中也让我们有更多的去思想，我们的生命当中要怎么样来走。在今天的经文里面，我们可以看到，这当中讲到了大卫已经年老了。大卫已经年老了，有人说他大概70岁，已经年纪到一个程度了。所以当中我们看到，在今天的经文里面讲到说，他的侍从用一些毯子盖在身上，他还是觉得不够暖。其实我们看到他的身体已经不像是以前年轻人那个样子。当我们在年轻的时候，有可能我们身体强健，所以我们身体当中会散发出许多的热。所以在这里面有很多人会觉得，怎么穿都觉得很热。所以我们看到那时候的人，有很多人是不穿上衣的。在当中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方便、很舒服的情况。大卫对他来讲，有可能他也是那时候是身强体壮，但是这时候已经讲到说他是年老迈了，已经年老了，所以他的身体已经开始不像以前那样子强壮。在撒母耳记那边有讲到说，有一段时间他要去打仗的时候，他已经无法去打赢对手了，差点被打死。所以那时候跟着他的人就跟他说，你不要再出来打仗了，你坐在那边，我们安心去打仗，这样就好了。你坐那边，你好好活着，这样对我们来讲是很大的祝福。这打仗的事情让我们去做就好了。所以在这当中可以让我们看到就是如此，在当中让我们看到的就是如此。所以在当中我们看到说，他的侍从用一些毯子盖在他身上，他还是觉得不够暖和。所以我觉得他带的这些人也蛮有趣的，对他来讲也蛮忠心的，所以他们会很用心的去辅佐他。在打仗的事情当中，过去你已经带领我们去打赢了许多的战争，接下来这些战争让我们打，你好好坐在你的王位就可以了。而在这许多事情里面也是如此，所以这当中让我们看到的是，他让这些跟随他的人好好的跟随他，他把他们带起来，在战争
在信仰、在生活、在许多方面，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领导者。他帮助他这些手下们，在生活上、在战争上都有一个很大的典范，在信仰上也是如此。所以在这过程当中，就不像是其他人的带领的方式。所以这些人对他是很忠心的，所以这些臣也对他说：“陛下，让我们去找一个年轻的闺女来伺候你、照顾你，然后睡在你身旁，让你软和。”所以年轻人身体燥热，应该也不算是燥热，身体会散发出那个身体的热度来，所以能够让王能够在当中是不会在那种盖不暖。所以有点像我们现在睡觉，有时候会用电热毯或者暖炉的方式来让我们身体能够暖和。所以当中也就是一样，以前没有这样的方式，所以找一个人来跟他睡，让他能够暖，让他不会一直觉得寒冷。所以他们要找一个年轻的闺女来伺候他。或许这是他们以前的做法，但是在这当中也让我们看到，这就是一种诱惑出现。所以他们也就这样去做，在以色列各地去找一个漂亮的少女来，在书念找到一个名叫亚比莎的，把她带到王那里去。所以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，确实也成为一个很好的帮助，但是在当中也带出了一个很大的诱惑在当中，在这里面也是一个很大的诱惑。所以在这里面让我们看到，在这当中他所做的，这边讲到说，这女孩子很漂亮，找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来，对我们来讲，或许就会心动，或许就会觉得啊，这女孩子怎么样，我们就可能会心动，甚至会有其他的不好的念头出来，而且又跟你在一个被子里面，因为要让她暖和，所以跟她一起睡，让她盖同一个被子。在当中，以前我们常说盖棉被纯聊天，很多人很质疑，真的有盖棉被纯聊天这么一回事吗？所以当中我们看到，很多时候我们在盖棉被纯聊天的时候，其实很难以去抵挡那一些心思。但是这边在讲到说，这女孩子很漂亮，她在王的身边伺候王、照顾王，但是王却没有跟她发生关系。因此在当中，我想大卫也比较成熟了，不像是以前他在年轻气盛的时候，看到那个女孩子在洗澡，他就多看一眼，然后就把她带回家，然后就犯罪了。我想他也是有这样的得到这样的教训，而在他的生命里面也越来越成熟，他也知道不该在哪些事情当中得罪上帝。因此在这里面我们看到有很多人，其实有一个成语叫晚年不保。很多人在生命里面好像生活的怎么样，但是在某一个时刻的时候却跌倒了，却得罪了上帝。在当中我们看，或许这些大臣们不是要陷害大卫，他们是为大卫着想，但是也放了这一个女孩子在他身边。而在大卫，其实我们看，其实大卫也没有其他的心思，而这女孩子也没有其他的心思，所以在当中也很正常，就在这里面，他在那边伺候王、照顾王。而在这里面，我们也看到王没有跟他发生关系，也没有在当中来得罪上帝，来当中来犯罪。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，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状况，没有得罪上帝，没有得罪人，没有做错误的事情。所以这当中我们看到他的生命走到这个情况的时候，他跟上帝的关系到这样的情况之后，他知道他不该做哪些事情，他也就没有去做。所以在这里面让我们看到这是很重要的过程，在我们生命里面也是不是如此？在你知道不该做的事情、不该说的话，你有没有一样这样去做，一样这样去说？当我们要去学习的时候，也是学习这些。当我们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一样这样去做这些事情？我们有没有不做那些不该做的？或许我们常常是陷入在保罗所说的当中，该做的好的事情我们没有去做，而我们知道不该做的我们偏偏去做。
在这状况当中，我们看到，其实前面经文在撒母耳记里面讲到说，押沙龙已死了。前面当我们在读到撒母耳记的时候，讲到说，押沙龙很爱他的头发，他头发很漂亮，但他去打仗的时候，他依然让他的头发很飘逸，勾在树上，然后就被杀死。所以这边也继续在讲到说，押沙龙死了。那接下来比较年长的是谁？是亚多尼亚，他长得很英俊。所以当中我们看到圣经里面都会特别记载某一些字眼，他很英俊，他的身材如何。所以我们看到在大卫的家族当中，他跟他的兄弟里面，其实他们都是很英俊，他们的身材都是很好的，所以他的儿子我想也不会太差。所以他这边特别讲大卫跟哈吉所生的儿子亚多尼亚，在当中算是最年长的，在当中也算是大卫蛮疼爱他的。或许他也曾经听过大卫要把王位给所罗门，也或许没有。我想他可能也听过，所以在这一场宴席当中，他刻意的没有找所罗门去吃。所以这个人出场了，亚多尼亚。有人讲到说，大卫从来没有为任何事责骂他，他却野心勃勃，想要做王。所以对他来讲，或许他想说押沙龙死了，可能有一段时间大家怂恿他。他想说押沙龙死了，或许想到的是，哥哥死了，那或许接下来就是我了。因此对他来讲，他可能也开始有这样心思在这当中，所以他开始为自己装备了武力，找了一些人来成为他的侍卫，有一些人来跟着他。他也开始要带出这样的政变，他开始有这样的想法。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国家当中，其实这家庭里面有很多问题，而这样的问题从哪边开始？其实我们都可以看到，从我们得罪上帝开始。大卫家庭的问题都是从大卫得罪上帝开始，所以就开始带出很多后续的东西来。而我们看到所罗门家庭里面也是一样，当所罗门开始得罪上帝的时候，后续上帝就有很多不同的东西才开始出现在那当中。所以当我们在看大卫，当我们在看经文的时候，就可以回来看我们的生命里面有没有跟随着上帝，我们的生命里面在哪边得罪了上帝。当我们开始离开上帝，当我们得罪上帝，当我们不愿意跟随上帝来走的时候，我们的生命就掉入某个情况里面。所以当中我们看到他这个儿子开始在这样做事的时候，其实也就是这个家庭里面前面有一些事情在发生，所以后续衍生的这些状况。当他有这样心思的时候，他预备自己身边的一些人，他也跟约押也跟亚比亚他的祭司来讨论。所以当中我们看到这些，或许他们也都知道一些矛头不太对，所以也就跟其他的势力来集结。约押在很多事情当中，他并不顺服大卫的做法，他杀了一些人。所以后续当大卫要把国家交给所罗门的时候，也交代了约押做了什么事，亚比亚他的状况如何。因此在当中，那我们看到这个王子就跟约押来讨论这些事情了。他们也预备好要做这样政变，要夺取这个国家了。所以当他跟约押跟亚比亚他祭司商议过，这两个人都答应支持他。这两个人其实很重要，为什么他特别要找这两个？在以前到现在常常在讲说政教，在政治上面，约押是大将军，他手上有兵力，而亚比亚他是祭司，在信仰上其实也有他的权威在，所以在政在教当中，他都抓取了两人来帮助他。当这两边都抓住的时候，他就有机会来造反，他就有机会
让自己成为王。我们看到从以前到后来，其实有很多王，到现在的英国国王也是一样，当他们要就职的时候，都还是需要那个主教来按立他们。而在过去的王也是一样，需要有祭司来膏抹他们，他们才能正式成为王。因为这个王是上帝所拣选的，就像扫罗一样，就像大卫一样，是上帝所膏抹的人，是上帝所拣选的人。所以当中我们看到在约押的身上，我们看到他是一个大将军，在亚比亚他是一个祭司，所以需要找这两个人来为他背书，来帮助他，来设立这个君王的位分。所以我们看到亚多尼亚他也很聪明，他知道该这样做。然而在当中我们也看到也很多的人并不支持他。在撒都，在耶尔耶大儿子比拿雅、先知拿单、示美、利以和大卫的侍卫们都并不拥护他。其实对他们来讲，他们清楚知道他们效忠的是谁，他们跟随的是谁。所以这些忠心的人当中，他们也就不会去答应这样的事情，怎么可能去帮助你来造反呢？而那些不得势的人，那些有其他心思的人，就会集结在当中。所以我们看到在以前的就有这样两个势力在这里面，过去是押沙龙，过去是扫罗王，过去其实可能多多少少有一些人。这时候亚多尼亚出现了，他觉得我应该有机会来夺取这个王位，所以当他自己登高一呼之后，没有其他的反应的时候，他就理所当然可以坐上那个王位。因为在这当中，他也去做了一些东西。他知道，其实他在这家庭里面生活，他也知道哪些人他可以动，哪些人他不能动。所以这当中，我们看到这边有讲到说，祭司撒都、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，还有先知拿单、示美、利以，以及大卫的侍卫们都不拥护他。所以这当中讲到那政治圈里面，以及在信仰圈里面，也有另外一群人，其实继续跟随大卫的。而在当中，我们看到在信仰里面，在宗教圈当中很重要，这些人是怎么办？这些人有没有来跟随着上帝？有没有去寻求上帝的心意？当撒母耳要拣选扫罗王，当撒母耳要去拣选大卫王的时候，都是上帝的旨意在当中，上帝差遣他去做这些事情。然而我们看到，当押沙龙，当后续的这些人他们要出来的时候，其实他们不尽然是上帝所拣选的，不是上帝所膏抹的，不是上帝所要的。后续也有一些人出来，他们不是大卫家的人，但是这一些有些是上帝所拣选、所膏抹的人。所以当中我们看到很重要，在信仰里面，在这圣经当中所记载，在许多事情当中，很重要的点是，你的位分是不是上帝所拣选的？当我们在教会服事里面也是如此。当我们进到这些位置的时候，不管是在长老、执事、小组长或牧师，在这很多职分当中，这些位置是不是上帝所拣选的？还是你去收买、你去操作的？这些会有很大的差异，会有很大的差异。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人在服事就是这样子，他所展现出来的是如何，他所带出来是如何。当这些东西都只是你操作、你去收买的时候，你要去承担这一些。就像亚多尼亚一样，他所做的是他的操作的，所以他要自己去面对那些。所以亚多尼亚有一天，他在以罗结水泉附近的蛇岩那边献牛羊肥畜做牲畜、做生计，然后邀请了很多人，邀请了大卫其他儿子和大臣从犹大来参加献祭的宴席。其实在当中我们看到他已经在布局了，他已经预备好他要做的事情，他在做这样的布局。在这样布局过程当中，他也知道谁不该邀请来，
因为当邀请来的时候会有反对的声音，而他也知道很多人其实他们没有什么想法。当我第一个站起来说我要当王的时候，没有人反对，这些事情可能就这样顺着下去了。所以他也摆了这一桌，他用献祭的方式，用宗教的方式。我们看到很多圣经里面有好几个地方都是这样记载，他们用的好像是一种很神圣，好像是对的方式，我们就是应该这样做。他们用了这样的手段，用了这样的手法。但是当我们在看很多事情的时候，不尽然是那一个场子是怎样，而是你的动机、你的动心起念是怎么样。当你在这样做的时候，有没有可能一开始就是错误的？所以我还记得，就像以前一样，曾经有一个人有一个辅导，他在深夜的时候带领着年轻人一起来做祷告，在做祷告会，在那边很大声的唱诗歌，在祷告会。大家就觉得很棒啊，祷告会很棒啊，为什么不能有祷告会？为什么要去制止他？但是他没有跟大家讲啊，他没有跟他上面的人讲啊，而且那时候是深夜，大家是睡觉时间。所以在许多事情当中，你有没有做了正确的选择？在当中你好像做了对的事情，但是你的动心起念是不是错误的？所以在许多事情当中，我们需要去思想的是，在这些事情里面，你有没有做了一个好的决定？而在你一开始是用对的方式，还是错误的方式？在这样献祭的过程当中，他要做的是让自己起兵，让自己在当中发动这样的政变。但是他有没有真的是上帝所拣选、所膏抹的？所以在这里面，让我们看到他邀请了许多人，但是这边讲到说，他并没有邀请所罗门，也没有邀请拿单先知、比拿雅或王的侍卫。这边就很清楚知道，他前面我们在讲的，其实这当中就分了两批人了。哪一些人是始终的跟随者，跟随大卫的，而哪一些对大卫来讲可能是慢慢边缘化了。那些人可能也知道他们被大卫边缘化了。为什么被边缘化？不听话，他们所做的没有照着这样去做。所以这当中也让我们看到，也确实是如此啊。有些人不愿意照着做，而这样的照着做是怎么样？愿不愿意照着上帝的心意来做？所以当你的生命走到哪边，你就会做那样的选择。这也是我们在讲的，你愿不愿意降服在上帝面前，好好来读经祷告，让自己摆在上帝面前，让我们能够好好的来跟随上帝，让上帝的心意进到我们生命里面，我们跟随着上帝的心意来走。然而在当中有很多人并不愿意这样的选择，很多人都是想要上帝你跟我走，你听我的。所以这当中我们看到这许多情况很重要，因为在这当中我们看到大卫的生命。有些人说大卫的生命到越往后走是越近前，他的灵命越来越好。虽然过去犯了错，但是他在这些事情当中不再犯错，不再得罪上帝。但是他因着他过去所做的那些事情，他要去承担后续的问题。因此在我们生命里面也让我们去思想，当我们面对这许多事情的时候，我们有没有进到这当中去经历上帝的带领？我们有没有降服在上帝的带领当中？我们有没有更深的去经历这一些？我们的生命要走向哪样的情况？你期望你的生命走向哪个情况？就像我们之前唱的诗歌一样，十架在前头，世界在后头。我们以前也唱了一些诗歌，主我要跟你走。但是我们有没有常常是世界在前头，十架在后头？有没有常常是要求主你跟我走？而在当中我们常常是运用了许多的方式，就像是圣经里面所记载，这些人他们常常用宗教的方式，他们只在操作这些。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常看到有很多人都是在做许多的操作。
所以在我们生命里面，当我们在读经的时候，当我们在灵修的时候，当我们来祷告，当我们来到主人面前的时候，就是让上帝的话进到我们生命里面，让我们带出许多生命的反省。因此在这里面，我们看到亚多尼亚他在做这样的事情，他有自己的想法，但是他没有上帝的想法。因此在当中，我们常常在讲，就像我们前阵子在读的经文一样，当耶稣在骂他的门徒的时候，跟他们说：“撒旦，退去，因为你所说的不是上帝的想法，是人的想法。”其实我们常常都是如此，我们常常都没有回到上帝的面前，我们常常都是用人的想法。亚多尼亚在这边做的，也就是他的想法，而在当中，他要上帝来背书，他找了约押，找了祭司来，就是要他们为他背书，要让他们拱他做王。各位弟兄姐妹，让我们在今天经文当中，我们今天开始在读列王记。让我们在今天的经文开始回来，在当中去看上帝要怎么带领我们，我们愿不愿意让自己进到上帝的带领当中？让我们有点时间来默想上帝的话语，默想今天的经文，默想上帝的话语，也让这当中更深的去领受上帝要对你说的话。主，我们感谢你的恩典，你带领我们，也让我们在当中看到大卫他们所经历的这些事情。当他在老年的时候，身体渐渐的不像以前那么强壮了，渐渐的软弱下来。虽然我们的生命常常是如此，我们身体软弱，但是主也让我们知道，我们的心智却是刚强的。虽然我们生命软弱，虽然我们身体软弱，但是主也愿主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在我们的灵当中不是软弱的。主愿你帮助我们，当我们生命里面我们所遇到这许多事情，满有主你的恩典，满有主你的带领。主，或许我们遇到了许多事，让我们愿意将自己仰望在主你手中。现在主，我们看到在大卫的家庭里面有许多这样的状况，但我们却愿意让我们自己不陷入在当中，不陷入在这诱惑里面，让我们愿意跟随你，不是操作那许多的事情，不是用政治，不是用宗教的方式在做许多的操作，而是愿意单单的来到你面前来寻求主你的心意。愿主你帮助我们。亲爱的主，当我们来到你面前敬拜，愿主的灵就充满在我们当中。亲爱的主，我们要将我们这段时间所领受的恭敬的陈列在主你面前，愿我们所摆上的成为那馨香之祭。感谢主。主，我们要将今天的这许多领受都交托仰望，愿主你赐福，愿主你悦纳。我们将祷告祈求都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愿我们每天都有一段时间来到上帝面前来敬拜上帝，来领受上帝的话语。愿我们每天都有一段时间来到上帝面前，愿上帝赐福你。